大波甲掠起！哎，我爸啦！刘姐，刘姐，拜托诶，紧甲恁迄号做啥物孤王诶讲成绩。王爷啊，迄毋是阮两个毋对啦，阮两个无犯罪，总讲一句，这是讲来讲去是阮娘啦，阮娘迄人哦，比较较细腻眼，伊拢目头拢看悬无看低啊。后遐当作饭咧哦。所以吼，无这下日行到王爷，你安尼三更半暝无困，安尼家己清醒来是啊，真歹势，阮两个无代志啦。父王啊，这件代志毋是倒的，甲有村的毋对啦，毋对的人吼是因三妈啦。好，将伊两个放开。是。即时去将伊个刘林抓倒来。是。无啦，父王啊，这嘛是三更半暝呢，你若亲入面体去互看哦，人会讲你酷势呢，你毋通袂记，你这摆是王爷呢，会讲讲尻川后话啊，会讲尻川后话。我煞都要安怎做？我看吼，规矩哦，明仔载才搁拍算啦。安尼好。报头。小华仔，恁丈啊，甲本王是世交，这小可案件就交我来处理倒。你倒转去啊，甲恁大人禀报一声，知影无？是。安尼真好。明仔早起透早，我随时派人去抓迄个刘夫人。你笑啥？你笑啥？你也甲拍？嘿，阮娘呢？你搁咧笑？看。父王啊，有种时吼，伫水真强的时阵，你拢足严肃，想袂到你只是拜反人这尔好，还要叫王爷啦，父王啊，你迄个王爷嫁了有够成，因咧互你喜个甲面色青顺顺，哎呦，怪甲大家拢假狗，毋敢叮当。死命啦！恁讲煞咧？听落吼。要创啥？等来亮宫。父王啊，代志都办那么好，你都要赶赶回去。恁搁好意思讲？本来互恁来凡间，也是要来互恁报阮理，想袂到啊，恁代志惹到遮尔大。你死到啊，若红脸去看要安怎？毋好交在本王，会晓安尼局之以算，知讲恁即个劫数赶紧现身来解决。若无啊，恁掠去这官衙啊，是足无面子的呢。若互着皇大帝知影，我这个龙头都爱落地啊！父王啊，阮知影阮有毋对啦，毋过吼，阮为着要报恩救好人，来处罚这歹人，这无算犯天条啦。就是咩，天王啊，莫安尼啦，做一半你就叫阮转去，安尼哪有意思？无恁的意思是爱本王安怎？父王啊，我感觉吼，你做王爷吼，比做海陵王搁较有办，搁较严呢。安尼啦，过去吼，你安尼王爷过规站的，来抓这个倒的因三妈。你的意思是讲我搁再假做王爷，去治迄个刘夫人哦？嘿啊，对啦，好啦，父王啊，你在咧上正气、上讲义气的人，这种人哦，爱好我甲教训一下。对啦，你做好啦，好啦，到车来啦，要调就规矩调到底，我答应你。多谢父王。啥个啊？迄两个是王爷的查某囝。哎呦，我等，救的啊！这心肝救的，来，唔好开遐，来，这起来啦！我位啊！我你的位？我的位我。来，点我要坐倒。你不要去坐啊，坐，安尼伊甲我毋才会亲。我就变。去遐坐啦，是啊。我的位你即马点啦！有够现实的你。哎呦，心肝救的啊！你哪会遮熬？过去交甲迄个王爷的查某囝，哎呦，我这心肝救的。我嘛想袂到咧，想袂到讲迄两个查某囝就是王爷因囝，讲会走去阮遐，迄是算阮的福气。哎呦，救的啊！哪会用讲是恁遐？迄是咱遐。嘿喏。有人会害啊啦！别人会当掠，王爷会当掠，王爷足大呢，甲皇帝要变大呢。我看你即摆吼，代志大条迄比这搁较大条的呢。我昨有亲耳听到，王爷讲今日吼要叫兵仔来甲掠去家门啊。因家就要掠尔啊！你是要安怎尔？哎呦，要是碰到底命，你啊哈！你昨暝就有听到啊！你昨暝听到
人一个走路，嘛还过去的，啊，但即句我是要安怎啦？我是要安怎啦？闪啦！哎呦，心肝揪的啊！啊，你毋着紧甲我想一个办法讲安尼。我嘛毋知影要想啥物办法，但是我有听迄王爷讲哦，伊讲哦，得要派7、8赢的兵仔来甲你杀的。哈，7、8赢哦！哎，心肝揪的，是肝囝咧。啊，你着知影讲吼，三妈平常时嘛是对你袂歹对无？啊，你住伫咧茶房，三妈嘛是安定去甲你看，惊你寒着去甲你诈骗呢，对啊哈。哎呦，是讲吼，迄两个野鸡啦吼。哎呦，阮啊安尼啦，才十头，毋是迄两个水姑娘啊，啊算起来吼，嘛是讲王爷的查某囝，迄是君主对无？哎呦，真肝揪的，你着爱紧吼，替三妈咧求情，讲两句好话咧，求溜溜啦吼。这好啦。阿囝，我甲你交代，看恁三妈以前安怎对待你，你着安怎对待伊，知无？哈，对啦，倒叫的。讲正经的，迄小句伫咧讲，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，有恩报恩。所以讲吼，人若安怎对待你，你着爱安怎对待人，这个都一报还一报。啥物报啊？啥物报啊？啥物冤？啥物仇啊？你是咧讲啥呢？王爷，李夫人人伫倒位？我绝对袂讲，我毋知影李夫人伫倒，绝对袂讲。我绝对袂讲，伊伫遮，我袂讲，我拢无讲。你是李夫人？是啊。来啊！是。我叫起来。救溜溜啦！无，三妈，即摆该当冲就爱冲，头前比困仔大，后壁救也是好。准你讲的叫做一报还一报。